而馬院長咧，馬院長啊，我仲更加崇拜佢。佢原因咧就無論佢係文學上，張係佢寫㗎，係嘛？係啊。我跟多鋪。即係佢啲詞句，你慢慢去體會，佢係非常之靚，非常之好。包括好多劇本，都係佢寫，包括啲《公主岳父》啊，仲有其他佢參與嘅好多嗰啲戲嘅編劇，包括《手書院》啊，最精彩嗰段《布爾莫尼之晚》都係佢參與一齊去寫嘅。所以呢點上，無論佢係表演、唱腔，佢仲有一個就係文學上都非常貢獻係非常之巨大嘅。我把心也一日嘅真，一生是也氣，如也是呢路盲路也嘅人，無花好簡單嘅情，仲要審解時到世星這生存錯開始啊，呢才是萬難啊！真善美者，這晚日排，若要應運。夜深出好氣説在夜街嘅頭單雖打見夫人，正係超蛙君呢春菜，接一開一個人家嘅人花呀真非常有理。歐海明，著名粵劇文武生，國家一級演員，中國戲劇梅花獎、白玉蘭獎獲得者，師從粵劇大師紅線女。佢扮相英武俊朗，嗓音洪亮而富有張力，表演風格細膩傳神，戲路寬廣，經常將高難度嘅技藝糅合於人物形象嘅塑造之中，增強咗藝術表現力同粵劇觀賞嘅美感，深受廣大粵劇觀眾喜愛。因為我是要有一個對手嘛，對手演戲的那個，我演花旦，我一定要有一個生角啊。那我沒有怎麼辦呢？那看見歐海明，我覺得他是有這個條件了，所以就全力以赴啦。啊，他來了就是說廣西是很支持我了嘛，是嗎？他說粵劇還是去你們那個比較好，有一個很好的苗子能夠送給我們，那是不簡單的。呢個歐海明呢，佢有個成功之處呢，勤學。呢個人啊，好勤學。啊，佢嗰頭響呢度廣州演出，嗰頭佢去北京讀書。匆匆忙忙讀完又翻嚟上台，上完台又去學習。我覺得歐海明有呢一個長處。情迷置身這舞台上，一身風塵氣壯，彷彿
前生英雄，今世傳奇模樣。生肖共相似夢鄉，依稀當年少兒郎，現出悲歡離合，人間世事滄桑。情難捨身在離怨中，紅豆相思淚千行，熱血傳越滾心似神往，明月清風裏空船飄蕩，情難捨身在離雲山珠水珠我魂，嶺南一宿傾心盡，情長今宵與君蕩氣迴腸。生肖共相似夢鄉，依稀當年少兒郎，現出悲歡離合，人間世事滄桑。情難捨身在離怨中，紅豆相思淚千行，熱血傳越滾心似神往，明月清風裏空船飄蕩，情難捨身在離紅豆相思淚千行，嶺南一宿傾心盡，情長今